Hello，大家好。那这个视频呢，就是你们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刷到的火爆全网的这个苗族姑娘，她跑去拦她男朋友的那个婚车。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泰国那边，在泰国和老挝呢，和我们中国又有点不一样，就是男女比例啊，苗族的男女比例就失调还是挺严重的。但他们在那边是女孩子比较多，男孩子比较少。然后我们中国这边是女孩子比较少，男孩子比较多。就在他们那边，据我了解呢，其实一个男生他是谈着好几个女生的，因为那边的男孩子比较少。我们也知道，就是男生嘛，我觉得男生确实花心的挺多的，所以呢，何况是在他们那边，女孩子又那么多，然后好看的又那么多，是吧？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在他们那边发生是很正常的，只是呢，以前就因为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，就不像我们今天。这个事情的话是发生在8月5号，那从昨天到今天就已经传过来我们中国这边了。就现在这个网络是特别发达，那我们中国这边的苗族，我们看了这一幕，确实真的很令人震惊，很让人不敢相信。那我们也应该有看过好多的那个苗族电影，有很多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，然后我们也听过好多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苗歌，什么我的女朋友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；我的男朋友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我们也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歌和电影。其实这些呢，都是根据他们那边的真实情况、真实生活来改编的。我们看着这个女孩子哭，真的很让人心痛。然后呢，就我们也在担心她后面，很怕她会轻生，因为就是在我看来，在我知道的这里面呢，确实有很多就是为了情爱自杀的或者殉情的，确实也不少。那我在这里呢，我很想说一下，我们希望这个女孩子好好的。然后，我在这里呢，我也想说一下，对那些可能正在为感情而痛苦的男生女生，我也想说一下，就你很爱他，但是你不一定就能够拥有他。我希望你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难过肯定是难过嘛，肯定是难过的，但是呢，你要理智一点，因为不是只有他才值得你去爱，你还有你的父母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不要有什么轻生的念头。那我们最近都也有看到很多新闻，就是什么女大学生被男友杀害，或者女大学生在什么无人区失联了，这种新闻我们也是看了很多。你看最后非常难过的、非常痛苦的就是父母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你难过归难过，但是呢，你要慢慢的把你自己给治愈，就不要想着什么去死啊这样子的事情，就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你要更多的考虑的是你的父母。好，我在这里呢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真心付出的人都不被辜负，然后希望你们的感情、你们的爱情都顺顺利利的，然后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。那后面的这些图片呢，是我在那个国外的网找到的。然后就你们看到的后面的这个女生呢，就是那个一直在哭的那个女生，就是去拦车的那个女生，确实很漂亮，然后很可爱。那在这里呢，就祝愿她好好的，希望她能好好的